新疆魔都六合魂。讲啊讲啊讲啊！凶啊凶啊！呀哈！呀哈！高惊你是đâu呀？现在毒棒王、毒腿王、当毒狗王三兄弟，使用着这个三星托法阵，要攻杀着金王子。朋友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是娘哩，唔是囝哩呢。大丈夫匠人、强人、非强人，进才威高。阮师傅定伫咧讲，叫我珍重呢，免讲啦！啊！虽然三星托法阵攻势凌厉，但是金王子小闪便捷。呀！看恁这人搁得寸进笑呢吼，两头金棍呢，卖了哦卖了哦，搁对来吼，搁对来我都无客气咯。拜托，讲啦。这个时阵的金王子在进无可忍的情形下，要使用连环三招，闪电传魂，流星刮月，当着霹雳吹风。注意啊！好，没错啊，讲啦，杀啦！看啥？好啊！是阮师傅定定咧甲我讲唔通开杀就犯罪啊！呀，这个刀啊，甲剑，得要使人死真简单，得要使人活吼，这是真困难。所以呢，我今仔日就是使恁三个人活。希望你改邪归正，以后若是看讲恁三个人搁伫这个武林道上伫咧做歹吼，迄我是一杀不留。让我几个哇！搭上伊这个盖棺论定阎王神嘛无较怎哈？我无相信讲你每届拢会是尔满载而归拢会满载而归。即马我来落空啊吼免对啊，无咧做成事业，到这来渐渐无法度了。差不多啦，免看啦。迄句歌啥哦？你话啦鸡汤的啦对。喂，朱贤家，盖棺论定阎王赛，你话啦，甲我这个老仙差不多，差无偌济。即摆我等来生意我要做哦，我拢要对呢这个金王子的后边做生意哦，你唔通来甲我小生意啊？有听无啊？金王子啊，我找你足久的呢。无啊，你是找我什么代志啊？都关系5港的甲3分的代志哩咧。哈，5港的3分的即摆伫倒位？你嘛唔通咧惊死人？伫倒，赶紧讲啊！5港的甲3分的吼，煞死来啊！啥物啦？听无啦？都煞起来啊啦！哈，有你咧讲话拢对鼻讲出来。都去互迄个瘟炎剑神魂中魂，安尼甲伊斩死了。哈！都是迄个假车迄个小囝是无？也无讲有别人，我的师弟尸体呢？尸体就头大一个，盖棺论定阎王赛，甲烦恼去的你呢？迄都毋是我想生的你呢？喂啊！你若毋相信，你去甲问嘛。你若袂相信我，你去相信恁阎王赛啦。迄种专门咧讲想生的啦，迄个都朱贤家啦。我是殡仪馆派出来，同款啦。多谢啦。对后边生意加减重。
讲使，拜托咧，你观察我拍开我看卖咧。我看我的师弟5角的3分有死无？我的师弟功夫真厉害，为什么呢会败在这个分同分的手？拜托咧，拍开我看卖好，拜托咧啦，较紧咧。一条死讯，切开衣冠，哈！真正，我2个师弟被这个分同分所杀，哈！不杀妖刀，誓不为人呐！启禀刘先生，来到这就是通天岭，各位在通天岭安下军营，各位同志，咱在通天岭安营的时阵啊，人不过下甲，马不过离鞍，爱奴公事在，你赶紧去查探敌方报我之情。遵命。蒋同志，赶紧入通天岭就是。遵命啊！体格真水呢！这个真水哦，唱我这个唱，来听。来，叶小丁，啉啦。山明水秀，万里无云好天气，风微微，百花开，新鲜好香味。遥远秋味变娇美，遥远秋味。我也达担人民的不分众达路，每日找这个便利，找欢喜乐。这平民呢，可怜被奴役的人民，可受着风沙烈日，所以这2个面的对照，好像是人间甲地狱道。我妹在身边，谁人加做对？靠我来相亲相爱，相随。万岁！我也不是跪你唱歌，你徛我来我身躯边唱。你讲我做啥？我就是狄亚伦。狄亚伦？是啊。歌唱得真好，你的身段。你的面容，真合我的胃口。本帅收你为妾，你愿意吗？当然是愿意啊，但是我的爹亲甲这落在当顶，我哪有这个心情享受荣华富贵呢？较早讲的，有道理。来人啊！喂啊，小等下，你的老爸叫做什么名？我阿爹都是叫狄云雕啦，在这个第3营。第3营，狄云雕。小文啊，小等下，恁老爸今年几岁？阮老爸今年50外啦。50外，人生做安怎？人都生做安尼哦，瘦抽啦，袂歹啦。因为这几日拢总无食饭，可能身躯有犯着什么款的美容。安尼是。好，小文啊，小等下。要我恁老爸，我即摆来甲释放来啊！你有满意吗？当然我有满意咯。恁老爸免互伊做奴隶，每日拢总看守着我这个营场，内面啊垃圾扫咧，甲我泡茶，安尼就可以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哎呀，元帅，你讲的都毋对安尼。安怎？怎么有人查某囝伫咧为非？老爸伫咧为奴，安尼天下人敢会耻笑呢？讲安尼嘛是真有道理。好，来遮拍算，来恁啊！赶紧到第3营，去甲放迄个。小等下，恁老爸讲我做啥名？狄云雕。狄云雕，甲放来有无？遵命啊！元帅，这就是第3营第84号狄云雕。84号狄云雕。是咯，我这个狄云雕，
恁查某囝在要DM里面受奴役，你欢喜无？当然我欢喜啊！是啦，元帅，你唔多甲战士一个赶紧。哦，有你，本帅赞你为做这个第3营的营首，多谢元帅赐我的高职，唔免谢谢，家己的人，家己的人，我若做王，你就是国丈了，多谢多谢啊！哎呀，努力甲看好势，唔通叫走，一日都唔通叫走。家孙啊，得要逃走，你家掠来我拍死，有知影无？哦，我知啦，过时。真多谢吼，元帅。哦，你是我的爱妃啦哈，安尼我继续唱歌，无啦，换别人唱一个拢查某在咧唱嘛，无啥意思。换我这个丁先生来唱一个。丁无事，你还要唱歌是？是啦，我来唱互你听。你真罕你听我唱歌，今仔日特别来唱互元帅你欣赏一下个。唱较好听，唔通唱得伤歹听咧这个医院节目啊，金屋这个忠诚啊，这个交太妖，迄玉楼伫燕坝最好春呢，姊妹呀弟兄介里土，可怜的光彩。地菜呀，成文好，歹听。别咯，我说落去也较好听。水灵天下，得富啊无心哦。不重生男，搁重生女呢。丽江高处得入啊青云呢。莫看恁长，看较短咧。线落得风飘，都处处闻啊！唱的什么歌？这就是张信歌。张信歌是包括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元帅有所不知啊，迄是当朝有一个白记忆啊，伊所做的张信歌内面的片段，迄个故事就是讲杨贵妃的故事啊。杨贵妃的故事是什么意思？本帅是重视女人的意思就对，你咧搞讽刺就对。这是真好啊！重视女人是真好的代志啊！就是讲我孙呀，听某嘴就是讲大富贵啊！对，啉干杯！干杯！听某嘴大富贵，对，一个屁咧！你要讲啥？唔是，迄个渺渺多人呢，人咧啉酒都放屁。真无礼貌啊！恁两个拢甲出去，出去！乱来，食酒咧放屁。啉，哪轮啊？啉，我斟一个。这济人。我紧啊，我上大。真甜你这个下定啊！头壳唔通拍，头壳拍来空，你就是定咧要甲拔头壳，所以我拢讲。你这个下定啊！你敢要拖落水啊？甲我拖落水，你下人高兴。哎呀，表啊，你是在拢外行人呢。我明知讲我会死，所以我死咧足孤单，所以才拖你来做伴打咱两个啦，咱两个狼狽啦，这狼狽啦！本来我是军师，你是武师，打呢？无法度，到这来3年一运好歹照轮好歹照轮去轮到咱咯啦，轮到咱衰尾咯啦，衰尾不如就一个刀口紫阳城，无是要安怎？我咧甲伊看，这个杨达儿这个人下摆无落水的久咧，你这个甲伊看就对了无代无志，人食酒，人伫咧厝落，你就大唱什么张信歌到今仔日歌啦！你就是杨达儿的部下，对，下定。是姑娘，爱喏，姑娘，你大流情，我讲一个互你听，你就了解啦
迄个博君将但学袂服你咯，袂服你咯。迄个人我若搁较服啊，就是叫助纣为虐啦。即马就是纣王啊，伫咧冲坛记啦。嘿，赶紧的，恁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好解破咯，好解破咯，吼！是啦，姑娘，毋是讲惊你啦。我是真心的为你讲你听，我渺渺道人，我若是在武林道上数一数二的呢，我毋是咧惊你啦。今仔日事实上是安尼，哦。免讲，恁这班干蛇无斩拄者，天下不安宁啊！反背赤我组织的独眼龙零心心，难脱良心啦！赤我所派出来五路杀手，要收拾到独眼龙零心心，独眼龙零心心已经达到千金一发之际。正义剑士北海乌鹰已经出现咯。两匹的男子汉，两匹的男子汉，男儿志出乡关，两匹的家人无同款，不捌心头乱，不捌心跳翻。无见管别人，也无见互人管，快快乐乐的人生观。每日两撇喙手连环关，两撇的男子汉，不知什么叫做怨叹，不知什么叫做困难。人生海海那迷茫，荣华富贵无稀罕，身体臃肿头一层。啊，两匹的无简单，两匹的男子汉。救命！救命！英雄之剑，不杀人是种怒眼必切之徒。去！多谢！多谢乌鹰师兄来帮助。唔免谢谢。乌鹰啊，你敢是阿霸王对唔？点去！真早就甲你讲了啊，阿霸王我根本无熟悉咧，你听无心？乌鹰啊，六合仙师真需要你帮助，你为怎样呢无爱去通天岭呢？我独来独往比较自由。乌鹰啊，你的想法甲你的做法完全错误啦！只有团结才有出路，只有反驳才有前途呢。这个我知影，我心随不相近，是完全做对。啊，乌鹰小等咧。怎样？乌鹰，当时阿霸王。哎呀！唔通我提起阿霸王的代志，也无拜托咧，你这个好面大提起来我看卖好。表妹，你真好大胆，天下敢任无仙角，无人甲要求得要看我真面目。看来你这个爱奴上大胆，基础在这种的说法，定斩不饶。过时。公事要紧，赶紧将这个情报禀报六合仙师就是。嗨，无造性命的无义啊！金王子啦！金王子看到伊分中分，反中反，其中其台湾雷霆之怒，一定得要为师弟罗家三分的报仇，怒砍妖刀。哎呦呀！喂，到哪里去？死咗啊！金毛子对我是命，救命咧！暂停！高罗贼！小等你，唔通放肆！无啊！你得要做嘢听有心，哈？你对我来到我的洞内，你若甲我动手，
恐惊你性命无去。恁娘连你的老狗孙抬啊！真好打！呀杀！昨日为了你，就是挥手成立的大庆典。叶文良的父子，人着六合来迎外公，领着军雄独化气希望解救台湾的难民，同时将军雄勇志成城。现在特别围杀着这个目光中的武了，相互展开一场大会战。呀，我冲啊！六合班总技师，地府安阳的任务是会当顺利完成的。